衛福部有來公布，舊年台灣人10大死因，這當中呢，癌症已經是連續44檔攏排佇頭名。舊年這癌症死亡人數是有54000多人。衛福部是指出講，114年10大死因的排名呢，甲113年其實是相像的。除了這癌症甲腰子病以外，其實這死亡率攏有降低的趨勢，而且整體死亡率嘛有減0.6%。衛福部公布114年國人10大死因，10項死因攏甲113年相同，前3名分別是癌症、心臟病甲肺炎，但是整體死亡率有降0.6%，死亡人數連續3年下降。衛福部表示，癌症已經連續44年排佇10大死因的頭名。舊年的死亡人數計共有54838人，其中肺癌、腰鞘癌和卵巢癌的標準化死亡率和113年相比嘛加較懸。沒有一個好的一些篩檢的工具，那適合來做篩檢，所以我們也呼籲民眾，如果有發現就是本身有這個，特別是有糖尿病的族群，那或者是慢性這個胰臟炎的一個這個族群的部分，如果有發現所謂的上背痛，那或者是這個我們的腹痛，那建議及早就醫來做發現。民眾如果有發現自己就是有所謂的腹部的腫塊或者是噁心、嘔吐等等情況，那也建議及早到婦產科這邊去做一些就醫。衛福部指出，10大死因內底，腰子病是慢性病，死亡率的變懸和高齡化有關係。為着量早預防，衛福部也提醒，政府自舊年開始，補助成人健康檢查服務的年齡範圍已經降低到30歲，鼓勵民眾就要加使用。我們以前健保署的腎病的計劃是先從洗腎嘛，那洗腎後我們就往前了，現在是從比較嚴重的可能會接近洗腎的部分的計劃，再往前就是慢性腎病。那慢性腎臟病的部分，因為最近有相當多的新的藥物已經出來了，我們會結合這些新藥，讓這些病人能夠提早去使用，延緩它的整個惡化。另外，根據統計，10大癌症死因的順位也無改變，肺癌、肝癌和腸仔癌排佇前3名。那10大死因當中，行底路想袂開的同款排佇第10名，死亡人數比舊年較減。除了15歲到45歲青壯年自殺的趨勢降低，65歲以上的老人自殺率嘛已經連續3年愈來愈低。衛福部表示，未來會繼續增進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，對預防開始，希望會使繼續降低無共病症的死亡率。記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